天坛。龙华会万发在气数足边始成就，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，天成就丑会气系10800年，地完全智慧会数景，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，又会灭地，虚会灭天。亥会重回混沌清气，升为天坛部至星斗浊气，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，上升则为天。满天不满者和叹星斗，此为气界所居之处。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。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，形成了土海。